快手大漲7%，短線逆襲已至，定係曇花一現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港股個市入面，快手01024嘅表現真係好亮眼。4月10號，截至10點22分，其股價迎嚟咗8.91%嘅漲幅，最新報價50.75元，爆發力強勁。咁嘅大漲行情，自然引發咗大家對快手短線走勢嘅強烈好奇。接落嚟我哋就從多個維度深入剖析一輪。先嚟睇睇技術分析呢一塊。總體嚟講，快手嘅技術指標呈現出一種多空膠着嘅狀態。從看好同看淡指標數量上睇，看好指標有3個，看淡指標亦都係3個。多條移動平均線而家發出咗賣出信號，其中嘅尾10為 52.48 元，尾30為 57.33 元，尾60為 52.065 元，現價 49.8 元低於嘅尾10同嘅尾30，顯示出一定嘅下行壓力。再睇 RSI 指標，數值為41，處於中性水平，呢意味住多空雙方力量暫時難分高下。威廉指標呈中立狀態，隨機震盪指標信號中立， CCI 指標信號中立， DX 指標、心理線指標、動量震盪指標、變動率指標同樣中立， VR 成交比率指標買入，牛熊力量指標中立，一目均衡表買入， MACD 信號賣出，保利加通道賣出。可以講，各項指標之間存在分歧，短線走勢存在好大不確定性。支持位同阻力位分析對判斷快手短線走勢好關鍵。喺支持位方面，第一支持位喺 44.5 元，呢係一個好重要嘅防線。如果股價回調到呢度，能喺呢度獲得支撐，就有望再度反彈。要是唔幸跌破，下方第二支持位 37.7 元就會接受考驗。阻力位方面，第一阻力位喺 56.9 元，若股價能突破呢一關卡，就會向 61.9 元嘅第二阻力位挺進。一旦突破，後市上漲空間有望進一步打開。目前股價 49.8 元正處喺支持位同阻力位嘅中間地帶，未來走勢嘅選擇好關鍵。再回顧下近期嘅產品表現，喺4月7號提及嘅產品中，發興牛證69343、國軍認購證26721、匯豐認購證22843表現亮眼。喺正股快手錄得 2.31% 漲幅嘅2日後，發興牛證69343升幅高達 30%， 國軍認購證26721同匯豐認購證22843都有 15% 嘅升幅，可見喺正股上漲行情中，相關衍生產品可以為投資者帶嚟唔錯收益。接落嚟，我哋重點講下窩輪同牛熊證嘅機會。窩輪機會，如果你看好快手短線繼續上漲，想通過窩輪嚟放大收益，咁有2款產品值得留意。摩通認購證13133，佢嘅日價同引伸波幅均為最低，行使價 40.05 元，槓桿 3.3 倍。呢款認購證嘅優勢喺於，當快手股價持續攀升，靠近或者突破其行使價時，由於引伸波幅低，其價值可能會有唔錯嘅提升。另一款係華泰認購證27063，槓桿高達 3.1 倍，引伸波幅都比較低，行使價40元。高槓桿意味住如果股價走勢如你所料，能帶嚟更高嘅收益，但同時風險也相對增加。若你覺得快手短線可能下跌，打算通過認沽證嚟規避風險或者尋求獲利，國軍認沽證24858同匯豐認沽證24788可以選擇。國軍認沽證24858
引伸波幅最低，槓桿比較高為4倍，行使價 45.75 元。匯豐認沽證24788嘅日價同引伸波幅均為最低，槓桿同樣係4倍，行使價 45.75 元。當快手股價下跌，接近或者低於行使價時，呢兩款認沽證嘅價值有望上升。牛熊證機會，對於樂觀派投資者，想借助牛證喺快手股價上漲中獲利，法興牛證69343唔好忽視，佢嘅日價最低，收回價 41.8 元，槓桿5倍。牛證嘅特點係能以較細嘅成本獲得較高收益，但要注意其收回機制。如果股價下跌觸及收回價，牛證可能會被強制收回，導致投資者損失全部或者大部分本金。總嘅嚟講，快手短線走勢充滿變數，技術指標多空交着，支持位同阻力位相互較量。至於窩輪同牛熊證，投資者要依自身判斷同風險承受力選擇。你認為快手短線會上漲突破，還是回調下跌？會選窩輪定牛熊證？歡迎留言分享，記得關注港股窩輪 Jenny。